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日本公布2023年第四季的 GDP， 也就是负0.1%，也就是讲已经是连续2季咧求水。去年整体 GDP 表现嘛起予德国拼过，退步到变做全世界第4大经济体。有专家就表示，日票一直咧拉国内消费，佮救袂起来是主要原因。日本内阁府10月公布，去年第四季10月到12月 GDP 国内生产模型，为物价变动率等等各种经济状况，第四季的统计表现比第三季落0.1%，按照年率来看是负成长0.4%，嘛是连续2季 GDP 负成長，顯示日本經濟是陷入衰退。連続でマイナス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過去、景気後退だった2018年とか2012年とか、その時にも GDP が2期マイナス連続で、になっているので、極めて成長率は低いということがわかる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物价起的影响，民众在第四季的个人消费减少，包括食品、服装、旅游的消费需求，甲第三季相比落0.2%。另外，伫个主体投资，还有企业的设备投资嘛减少1%，甲0.1%。虽然伫对外出口，还有外籍人士入境的旅游消费有成长2.6%，有关无法度弥补。结合日本伫2023年的 GDP 整体表现只有4兆2100多亿的美金，等到互原本全球第4大经济体德国的4兆4500多亿的美金超过，互日本的经济规模落到全球的第4名。これは為替レートの要因、2023年平均した時の為替レートが1ドル140円50銭。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ですね、歴史的な円安が円の価値を小さく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ドイツに抜かれた結構大きな要因になっている。日本经济学家熊野医生分析，日本经济衰退，和日本央行无法度收按货币政策。虽然当局想要伫今年3月到4月之前结束负利息的政策，也毋过受到零点半岛的震灾影响到旅游业。加上汽车制造商的各种减少贷，互汽车的产量减少，有可能会互生产甲出口量停落来，互2024年的头一季 GDP 有关正做无法度振作的状态。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日本看山，咱来看中国。中国即摆经济歹，工课歹找，薪水低，有将近2亿8千万人，差不多是1997年以后出世的，或或者是Z世代少年人，袂愿去食人的头路，干那要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中国官方嘛注意到这个问题，恐惊会动摇国本，公布要伫4月中进前提供3000万的就业机会。今年23岁，住伫上海的朱毅，当伫厝拍拼在练车道的机卡。伊原本是伫流行产业在做工课，但是加班加袂煞，开会开袂了，佮有歹斗阵的主管拢互伊真忝。做工课2年了后，伊决定要洗头路。对我个人来说，就意义不是很大吧，就是更多的就好像只是为老板工作，只是完成一件让老板满意的事情，然后所以就决定就不想上班了。朱毅即马是选伫旅游公司做线顶的线工，一礼拜敢若上1工的班，其他时间都去做车道的师仔，希望未来会当彻底改行。亲像朱毅这种的，并毋是个案。研究指出讲，中国出生伫1995年到2010年之间，差不多占总人口2成的Z世代，是所有的年岁站内面对未来上悲观的一群人。一间线顶招募平台的数据是显示讲，中国38个重点城市2023年新进员工的平均有期薪资普遍拢降，真侪少年人规气卖拍拼去做家己爱做的代志。学者讲，这个现象和大环境有关系。Yet what we are observing is China's economy slows and the labor market prospect remains bleak. So it's a profoundly challenging mismatch for young people to navigate as they try to find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and strive to a path of social mobility.
学者指出讲，过去几十年来，真侪少年人相信讲，接受高等教育加上打拼，都有一份薪水悬搁体面的工课。但是面对政治管制，经济是真歹转去到疫情进前的水准，加上就业市场缩起来，即嘛真侪大学的毕业生，若唔肯去做较低薪的工课，就只好失业。根据去年6月中国当局公布的数据，青年人口失业率是到21.3%，创历史新高。有关单位进前已经公布新措施。拍算到4月前半个月进前，提供3000个就业的机会，希望少年人会当振作起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景。日本一个查甫人去一个食饭，用家己咧食的猪去硬公用馆代替姜，佮翕做影片放伫网络，叫法院判2年4个月，罚入票20万。该是朝鲜日报，南韩宣布甲北韩的兄弟国古巴正式建交，因为古巴长期以来拢是甲北韩徛做伙对抗美国。这消息嘛，叫人看作是南韩外交的大进展。Times 报道，根据美国共和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新的资料，罗西亚计划把核武器射去太空，要甲其他国家的卫星拍落来，对全球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该是《纽约时报》南美洲巴塔哥尼亚高原一个山洞的石壁顶悬，有发现到大约8200年前咱人所留落来图样，嘛是目前所发现上古早的壁画技术。最后是《华盛顿邮报》，以色列北部军事基地去予黎巴嫩真主党火箭攻击，以色列随发动报复，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空袭，尚无9个人死亡。昨拜三是西洋情人节，是对情伴讲爱甜蜜的日子。不过，伫咧加沙所未少情伴用战火无情来听线。伫咧非洲的肯亚，嘛有人发起黑色情人节活动，抗议家庭暴力的事件愈来愈多。住伫遮沙南部拉法一个天道的萨尔哈有一个未婚妻，本来期待今年情人节甲另外一半好好庆祝，不过战争彻底毁灭这个小小的愿望。اليوم 14/2 اللي هو يوم عيد الحب، المفروض أكون أنا وخطيبتي طالعين أجيب لها وردة، أجيب لها دبدوب بمناسبة اليوم الحلو هذا، واليوم عيد ميلادها برضه 14/2. وللأسف يعني ما قدرتش أحتفل معاها ولا قدرت يعني أجيب لها أبسط الشغلات اللي هو ما خلناش إشي حلو اللي الواحد يفرح عليه ولا يعمله في المناسبة هذه الحلوة. 以色列对加沙4个月空袭甲攻击，让萨尔哈一直向南迁徙，嘛甲未婚妻走线，敢来当用语音消息保持联络，都亲像互人毁灭的其他城市共款。打发的通讯，南面有南面无，有几多天才当收到一条消息。即马情人节对因来讲，若无浪漫，煞变甲真恐怖。عيد الفالنتين يعني معروف انه كله بيبقى ورود حمراء راس قلب احمر. هلقيت احنا في الوقت هذا صار اللون الاحمر لون الدم، يعني كل اشي احمر قدامك متخيله قتل ودمار. 情人节无法度欢喜的，还有肯亚人当地人权团体则是发起黑色情人节的活动。参加人规身躯黑衫黑裤，呼吁大家重视女性和男性暴力对待问题。因为敢若去年当地就有超过700个女性互人杀害，更有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75%的女性谋杀案的加害者是因的配偶，还是因的亲人。I was in red earlier today, but I'm somber today in black because guess what? Not a lot of people lived to see Valentine's Day. 虽然肯亚政府去年开始就成立特别法庭，专门处理性暴力案件，检察单位嘛简化举报流程，不过相关案件也是真多。顶个月才有一个女学生互人杀害佮分尸，引起肯亚全国紧张佮愤怒。专家指出，谋杀女性的嫌犯平均需要1900天才会判刑。即卖法律提供被害者的救助方式也有待改善。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继续来看，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950亿美金关注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法案，准备送去众议院。不过，因为这法案当中已经甲美国墨西哥边界安全条款完全拆掉，各位共和党议员是主张爱先关注台湾甲以色列，最后才去帮助乌克兰。这上尾表决的结果可能要变卦。参议院表决通过第2天，美国总统拜登随时公开呼吁，众议院两党议员马上赶紧通过，因为按去年下半年以来，北约和欧盟就直直出现乌克兰的人甲补给，包括弹药甲装备等等，拢严重无够的信息。Ukrainian soldiers out of artillery shells, Ukrainian units
rationing rounds of ammunition to defend themselves. 参议院统计950亿美金包裹法案内底，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有600亿，另外140亿要予以色列，人道支援加沙大概90亿美金，还有将近50亿美金支援印太地区。原本共和党定下上要紧的美国墨西哥边界安全，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的条文，伫参议院的最后版本完全消失。美联社伫去年10月一篇报道内底指出，有不少共和党的众议员认为，若边境安全重要，对外援助的优先顺序应该把以色列和台湾放伫乌克兰头前，因为美国的资源有限，因为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较赢乌克兰。I'm a firm believer in what Ronald Reagan used to say, peace through strength. Nobody wants confrontation. But it's important that Taiwan do its part to let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know that it will not roll over. 不过，若是美国民主党，北约嘛认为乌克兰是上重要的。台湾的驻美代表嘛公开主张讲，美国若是无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恐惊让北京当局为野心对台动武。It will make the world more dangerous, us more vulnerable. Today it is Ukraine, tomorrow it can be Taiwan. 不过，拜登政府呼吁共和党支持法案的时阵，正是推特北京 X 平台官方口座所打出情人节的部分，提出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江森讲，共和党地属法案直直袂当通过，加上乌克兰几若摆传出征兵甲武器的采购有贪污的现象，法案敢会当伫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过关，佫真有通超咧。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继续来看印尼总统大选，全世界有超过2亿个印尼人爱伫即天完成投票，卖世界上上大场的选举。伫咱台湾嘛有设投票所，竟因现任的国务长普拉博果已经家己宣布当选。那讲到这个普拉博果已经72岁，是第3届出来选总统，进前就是属现任总统佐科威，这届颠倒是甲佐科威后生来做伙选，总算才选调。因为过去咧特种部队时，捌去牵涉到打压当地军的独立运动，甲印尼的排华运动，引起真大的争议。外交方面嘛，主张爱甲中国保持亲如兄弟的关系。不过，即马选调以后，算是跳出来讲，而佮继续优待态度。这后续发展有影是也真歹讲。为一开票直接显出领先优势，包括参考各种统计，拢预估印尼总统候选人 Prabowo 是一个正歹应付对手。根据4间独立民调会官方快速计票结果，今年72岁前特种部队司令 Prabowo 得票率是前雅加达省长阿尼斯的2倍多，则是印尼总统大选投票了暗暝。Prabowo 伫雅加达的 GBK 国家体育场庆祝晚会，家己宣布当选。Paslon Prabowo Gibran menang sekali putaran untuk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Prabowo 的副手是现任总统 Jokowi 的大囝 Gibran。专家分析 ，Jokowi 效应是 Prabowo 得到支持的主要原因。Jokowi 自2014年用平民的身份选调总统，经过将近10年的执政甲布局，建立政治王朝。伫今年卸任进前，有关大囝的声势。Ini kali pertama dalam sejarah Indonesia seorang presiden yang sedang menjabat memiliki kerabat yang memenangkan pemilu presiden. Prabowo 捌伫前独裁总统苏哈托统治的时做一个将军，伊当时伊防指控伫指挥的一个特种部队涉嫌虐待甲绑票，伊本人强烈否认。即届投入总统选举，甲家己为一个歹性地民族主义者甲歹名声的军人硬斗性格，转做一个古水正爱猫的阿公。伫印尼将近2.05亿，有超过一半拢是40岁以下的选民内底，伫社群媒体写济少年人支持。不过有一寡分析家认为是Jokowi的支持 ，Prabowo 才会当选调。Prabowo 会当帮助特别卸任的Jokowi保持伊的政治影响力，而且甲建设现代化，嘛会当实现甲印尼打造成做电动车中心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世界上上大只的鱼，北极鱼要找食是愈来愈困难。正前就有一张相片，有一个摄影师去翕到一只北极鱼消散落肉可怜的模样。因为这气候变迁，地球是愈来愈烧，海冰愈扬愈急。北极鱼要掠海豹甲掠鱼是愈来愈歹掠，因为爱一直叮当去找食，
为北极熊一礼拜以来体重就减了7公斤。科学家表示，咱人若搁唔检讨，这海冰恐行到2030年时，得完全扬起。上紧伫这世纪尾，北极熊得完全断正消失。因气候暖化，互北极的海冰面积是缩甲真济，嘛逼北极熊必须要行到真远，才会当找到伊的食物。海拔真济北极熊伫热天只好转来到陆地来找物件食，因都要开真济功夫，才会当找到食物。根据13伫自然通信期刊发表的文章指出讲，因为气候的变迁，互北极熊改变找食物的习惯，找食物的时阵消耗的热量已经比因食的搁较济。就算入去到无啥活动的半冬眠，因的体重共款是一直减。为着研究实际的状况，研究人员伫19只北极熊身躯顶放监视器，记录因伫野外生活的状况。结果发现讲，伫短短3礼拜内，北极熊的体重平均是减差不多21公斤左右，这已经等于是因7%的体重啊。Foods, particularly that they were getting when they were on land, have pretty low caloric content, and the bears have to expend energy to obtain them. 北极熊为着要保持原本的体重，袂因为伤瘦感觉寒，因会开始伫热天食一大堆物件，而且是以脂肪量真悬的海拔做主食。不过研究人员嘛发现讲，北极熊平均爱行93公里，才会当找到亲像梅仔果、鸡卵、海鳥，甚至是순鹿角这种食物。搁有一只母的北极熊，甚至是行375公里才找到食物。这种爱开长时间才找到食物的状况，对因要生产后一代是真不利。Our concern is that once mothers with cubs lose their body condition to a certain point, they stop producing milk. And all of a sudden, at that point, the cubs now have to rely on their own fat reserves. The mother doesn't get them back out on the ice and feeding on seals shortly after she stops nursing. We've seen this in Western Hudson Bay, where the cubs actually starve to death on land. 根据研究，北极气候暖化的速度是规个地球的2倍。若北极熊生产的所在扬起，因就无所在通去。因为安尼，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甲北极熊列作是特别绝种的物种，除非人类有效来消透暖化的情形，无北极熊有可能伫80年后，就是西元2100年完全灭绝。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再来看地球另外一边，南极上界大只的动物红底徛牛，已经让人做是真有可能要灭绝的动物。最近，欧洲的太空总署透过一个负责举办年计划卫星来斗相共，总算佮找到4个正前无去用发现的红底徛牛新的生态地。美国研究团队2009到2012年用空拍观察南极的国王徛鹅数量，超过族群的规模60万只。研究美联社引用上新的资料是，成年的徛鹅无够有法度探生后代30万对。表面上来看，数量变化无大，不过科学家担心气候变迁和南极的冰愈来愈少，徛鹅本来生存的栖地冰层拢变做浮冰，造成国王徛鹅的生存威胁。That means that the emperor penguin colonies have to move. And that stands them in good stead with climate change, really, because it means they aren't static. They won't just stay there, whatever. We think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m will try to find new ice, better ice, and more stable ice if the ice on which they're breeding becomes unsuitable. 科学家讲。国王徛鹅拢未家己开发新的栖地，探生后代，拢敢若亲像游牧民族共款，倒位的边缘较宽较稳定，就规定拢带遐做林大。英国的南极研究所配合欧洲太空总署举办年计划小冰系列卫星，用遥测技术找到4个新发现的国王徛鹅栖地。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